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这摆我要带大家来去日本库马摩托的阿苏看水墙、阿苏五岳、马车山、阿苏神社，甲一个伫深山内底足水的神社，搁会去边仔一点点的宫崎看高千水劫，甲有800万神明做伙开会的所在。若是有兴趣，就继续看落去哦。来到第一个景点高水墙。请停好，爱行差不多5分钟落去，才会当看到水墙。这听讲是9万年前阿苏火山爆发了后所形成的。看到水墙啊，毋过甲先到我伫网络顶观看到的无啥共，可能是因为冬天，所以水量较少。这特色就是会当行到水墙的后壁去哦。则因为所在无大，爱控制人数，所以爱伫网络顶悬先订票哦。若无订到，嘛会当到现场看，阁有位无？后一个所在大关峰。阮来即天天气算是袂歹，所以山拢看甲介清楚。来食中昼，中昼来食阿苏遮有名的赤牛丼，伊的牛拢是用伫阿苏火山遮饲的牛，肉质红肉的部分较侪，油较无遐侪哦。即间我感觉袂歹，肉真正好食，有冻甲饭圆嘛袂歹食哦。
本来是按算要去草千里的，毋过车开到遐，发现人伤济，阮就无落去啊。毋过伫路边找到一个会当看到马车山的所在，足高水的呢。最后一站来到阿苏新社，会记你遮进前抵档的时阵，规个放落来，即马已经修理好势啊。伊才有一丛结缘青啊，听讲查某为正边生2日，查甫为倒边生2日，安尼就会当得到良缘。遮后壁阁有一个下元石。行出新社边仔就是商店街啊。钱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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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来拢来，钱来，钱来，钱来。下暗住 Airbnb， 阿母咧煮咖喱互阮食。遮新鲜，物件嘛介济全，毋过寒人的时阵足寒，房间甲客厅有开烧气，所以困的时阵是袂寒啦。毋过便所甲浴巾啊烧气吹袂到，所以下暗洗身躯甲便所的时阵就会寒。伊则是有提供2台臭油烧气，毋过开起来的时阵雅士味足重的，所以阮就无开啊。另外，即间厝介保，下暗有货车、卡车驶过去的时阵，会感觉到敢若咧地动咧。这是上式建兴亚洲新社，伊伫阿苏深山内底，爱开车才会到位。沿路行起哩，两边是排列整齐的石灯笼，行入去的时阵，敢若行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另外，这嘛是有名的动画《樱花之心》取景的所在。位内底行入去，有一个穿护岩，是一块足大块的岩石，中自然形成一个大坑，看起来敢若岩石互人弄一坑同款。实际上，传说是讲，这是阿苏大明神的家神鬼八法师在闪避阿苏大明神追赶的时阵，把岩石踏破所留落来的。
因为这个岩石是安尼规个探过去的，互人联想到通过、过关、渡过难关，所以真侪人会来这祈求考试顺利、人生顺利，也是希望有困难的时阵，也有一条路会当行。刷落来到宫崎县的高千水顶，才有日本最有名的天然峡谷，是阿苏火山爆发了后形成的。行伫步道顶看落去，会当看到真侪人在过船。有时间的话，嘛会当体验看卖，毋过爱先伫网络顶订哦。行路行的，腹肚嘛枵啊，先来高千水新社附近食好料的。伊的牛肉甲南蛮鸡拢袂歹食哦，牛肉足软的，袂定定，真好剥。南蛮鸡我足介意的，我其实无讲介爱食甜的物件，毋过这我会使规盘食了了，迄酱料真正足好食的。饭食了，来高千水新社行行的。这新社内底有真侪山啊，其中这座德富山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啊。过来这边这两座叫做夫妻山，两座是共一个树群的。听讲只要甲朋友、厝内人，也是男女朋友牵手生3日，就会当得到幸福、结良缘、夫妻和顺、子孙兴旺。这新社的后壁，阁有一粒真特别的石头——镇石。听讲只要摸这粒石头，而且向伊祈求，就会当化解家己的烦恼甲世间的动乱。毋过即马围起来摸袂着，我看边仔有2个日本人一直伸手入去，毋知影在摸啥。因看我一直看，就甲我讲，伊手安尼伸入去，就有感应着啊，有淡薄仔先电流流过手的感觉。气场愈强的人，愈感觉会着。伊拢安尼讲啊，我当然嘛伸入去。结果阮小妹讲，伊有感觉到一点点仔的电流，我无。大家若是有来，会当家己试看卖。最后来到天安河原，伊是伫咧天安河新城行路10分钟会到的所在。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洞穴。日本有一个神话，讲有一天天照大神，就是日头神，走去觅伫咧天安河洞穴内底，所以天地变暗，引起真侪灾厄。安尼落去嘛，毋是办法，所以就有800万尊众神明来到天安河原这个所在，开始来讨论要安怎才会当甲日头神成出来。所以，即马有一个服侍800万尊神明的神社。四周围阁有真侪塔起嚟的石头山，听讲大家相信，只要伫遮下愿，而且踏石头山，愿望就会实现。好，以上就是即摆的旅行。大家敢有较介意倒一个所在，想要去倒位呢？拢会当留话甲我分享哦。我是 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